就在那，所以讲呢，他到那110年，19号8点21分，这是奥斯利斯自动发就花当要苏联还有个这样，刚刚好交海。是有没有发射中线信号服务了？你说一下什么的转移？07全车。7度，快到了。请到你的角落。7度，We're going. We are now arriving at 7度。就这样那样。